根据着劳动部的统计，到8月底，台湾的外籍移工有79万多人，彰化县的移工就6万5千多人。所以因为文化无同，对法律规定无清楚等等的原因，集团出移工无预定去犯法的情形。彰化县政府就推动去到工厂内面做法令宣导服务，协助外国移工了解家己的权益，也有义务。 用戏剧表演提醒外籍移工要注意用火的安全，这是彰化县政府为移工安排的宣导服务。根据劳动部统计到8月底资料，台湾的外籍移工计共有79万多人，其中彰化县的移工有6万5千多人。但是因为文化语言无同，生活歹适应，加上对台湾法律的规定无解清楚，常常会有生活上也是工课上的问题。他们都重口味，所以他们来到这里都常常会不习惯，然后他们都一直要去跟老板说，我没办法吃呢，这个都不好吃。他说，因为你们没有辣椒，没有什么，薪资调涨的时候，他们计算力乱掉了。有时候我们会跟他解释。 为了帮助移工认捌相关的法律，维护家己的权益，彰化县政府启动进入工厂，宣导外国人就业生活安全的服务。就业安全包括了就业服务法以及人口贩运防治的部分。另外，我们最重要的是着重在我们的生活的安全，包括用电、防火的安全，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。 另外，台湾失联移工的人数愈来愈多，移民署嘛提醒头家，时间到就要替员工办理延长居留。居留权快到期前3个月到期前3个月就可以办理延期，不要让他们逾期居留。你逾期1天的话，就是多少？新台币罚1万。 彰化县劳工处表示，传统产业、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上稳定的力量。要发展这个产业，除了靠本国籍的劳工、外籍移工，嘛是正重要的助力。透过宣导活动，希望和外国朋友量早适应伫台湾接头路的生活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